再来看宜兰县大东乡九寮溪自然步道，最近有民众发现讲，有人来遮饲流浪动物。环保团体是烦恼讲会造成环境的问题，卖去影响到当地野生动物。行伫九寮溪步道，不时会看到步道两边放一寡空的塑胶盒啊。环保团体看地仔内底有放饲料，提供予流浪猫仔狗仔食，认为伫山区步道这种行为并无妥当。可能这野生动物伊本来食物件，这个食性伊都会因为安尼改变。啊，甚至就是讲，伊可能就是这个所在，这个猫仔也是狗仔愈来愈多，嘛会造成当地这野生动物的危害哈。官团认为，留伫遮的塑胶盒啊，除了造成环境问题，也造成流浪猫仔狗仔甲野生动物因的生活空间产生冲突，甚至影响野生动物的习性，也是造成传染病小卫。在地居民是讲，遮的塑胶盒啊是一个爱心妈妈，固定伫饲当地的流浪猫仔狗仔收留落来。就是有一个爱心妈妈，她有收养一些流浪狗，她也是四处去喂。在地人表示，九寮溪的流浪狗有当时确实会惹游客的情形，造成不少困扰。林保署表示，这种饲流浪猫仔狗的行为，强奸违反废弃物清理法，会当罚1200至6000块的罚款。大东乡公所也表示，会加强考控，避免当地各有饲流浪猫仔狗的行为。其实它违反到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的规定，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规定，它的罚则是1200元以上。6000以下的罚款。我会请那个动物防治所去给他开导，是，然后去给他辅导，然后狗狗们的结扎，还有不管是有人饲养的晶片的登记，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需要再加强。有动保人士建议，这个山区的猫仔狗仔应该赶紧为山区甲掠走，啊若无就应该加强猫仔狗仔的绝育。若是有人饲，嘛应该爱落实晶片登记，避免猫仔狗仔一直生团，这当减少甲当地生态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